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3月29，旧历的2月23，礼拜5。新闻的头一条来看，这个中江快速道路雾峰的路段，伫半暝啊3点，有一对翁仔某开车来追弄到头前的货车船来火烧车。这个太太为副驾驶座走出来，但是翁婿卡条咧走无路。当时有真侪过路的驾驶拢想要帮忙救人，但是这个火真大，佮传出着爆炸声，根本无法度来挖紧。就安尼，做太太的目睭金金，看到翁婿烧死伫个车底，是会爱甲袂爱，悲痛痛哭。台74中江快速道路，一台白色轿车导火烧起来，伫边仔护林人痛哭大声喊，要安怎？因为伊的翁婿也伫个车内。有人想要帮忙，前面的货车驾驶特别火气落来救火，不过火势实是上严啊。是撞你后面还是撞你旁边？后面呢？所以你在后照镜的时候有看到他吗？还是没有？我临时就撞下去了，我也不知道啊。想说赶快上来帮忙，但是来的时候车子已经被拖到前面，而且火已经很大了。对向车路看到的民众，嘛想要进来斗三工，不过这火势是上大。我一直听到爆炸的声音，大家都唔知要安怎较好。最后消防人员把火拍火去，不过驾驶已经消失啊。车祸原因是白色轿车追弄前面的货车，掉伫货车的车底。车拖出来了后，随导火烧起来。迄个时阵，车内坐伫副驾驶座护林人，伊赶紧逃出来。不过坐伫驾驶座的翁婿煞气掉咧。他老婆，他当时在车上休息睡觉，我听到碰撞声以后，才知道发生了。火势非常大，护林人唔知要安怎，只有目睭紧紧看到翁婿受困伫车内，面对翁婿被烧死，大声喊叫。